好来，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这个澎湖的花火节，顶礼拜是来开幕。哇，这个游客是有够多，生意是有够好的，店家是欢喜叮当。也毋过有这个游客无公德心，去看这个澎湖真出名的自然景观玄武岩，竟然是将爬起来翕相，讲这种违法的行为，上悬统合罚款100万。只看过澎湖四界拢是游客，美食面店嘛拢摆真侪人。油鼎内底油锅酥、油锅菜、油条，互人看甲嘛想要来一条。因为花火节闹热登场，观光客嘛真侪，店家生意抢滚。毋过澎湖的玄武岩煞变做受害者。澎湖的玄武岩是真侪游客来澎湖的热门景点，毋过最近煞有袂少民众为着要翕相爬起来。 事实上是不可以这样做啦，掉下来可能会受伤啊。为着要翕相破坏自然景观，其实已经违法。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早就公告，玄武岩的区域袂使爬起来画图，或者是有起火等等的破坏行为。违反规定，依法会使罚新台币5000块以上100万以下。民众绝对袂使为着一时的好耍就爬起来来伤害自然景观。